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外媒體中國欄目，我係 Edward。我哋今日為你介紹嘅3篇文章分別係彭博社嘅報道，中國穩準全球貿易嘅痛點，打算再次利用。第2篇係華爾街日報嘅報道，喺經濟壓力不斷加大之下，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正發起一場整頓黨政系統車眉作風嘅新風暴。第3篇係昆西研究所佐伊德斯喺 Responsible Statecraft 上發表嘅文章，分析中國點解難以承受入侵台灣嘅3大原因。我哋首先關注中美貿易談判。喺中美貿易緊張局勢持續升溫之際，北京打出咗一張令全球震驚嘅黃牌，限制稀土磁體出口。由電動車、機械人到國防工業，多個關鍵產業因而受到衝擊，陷入停擺。喺美國總統川普政府不斷加壓之際，中國精準打擊全球供應鏈嘅痛點，眾數談判籌碼，亦敲響地緣經濟對抗嘅新警鐘。美國總統川普近期大幅提高對中國商品嘅關稅，最高稅率飆升至145%，並擴大出口限制，意圖迫使北京喺談判中讓步。喺美方自稱掌握主動之時，中國迅速出招，幾乎全面叫停稀土磁體出口。稀土磁體雖然體積細，但係電動車摩打、風力發電、醫療設備同先進武器系統嘅核心材料，裡面包含嘅金屬例如等極難取代，而全球超過90%供應都來自中國。北京呢一步棋即刻引發連鎖反應，福特、鈴木等車廠紛紛停產，德國供應商警告會中斷交付，馬斯克公開表示特斯拉嘅人形機械人計劃受到影響，就連西方對烏克蘭嘅無人機支援亦出現瓶頸。澳洲戰略材料公司負責人羅維拿史密斯表示，我哋一下子收到來自世界各地嘅電話，大家都意識到稀土短缺唔係未來風險，而係眼前事實。儘管唔耐喺日內瓦達成嘅臨時休戰協議降低咗關稅壁壘，並承諾恢復部分正常貿易秩序，但中國並無即時恢復稀土磁體出口，而係設立咗嚴格嘅新許可制度，審批時間大幅延長，貨物依然滯留喺港口。面對呢個局面，美國再次施壓，宣布進一步收緊對晶片設計軟件、噴射引擎零件以及華人留學生簽證政策。隨即喺川普與習近平通話後，第2輪高層談判喺倫敦展開。會談過後唔耐，中國主要稀土企業金力永磁宣布已獲得出口許可，目的地係美國。香港中資股應聲大升。呢一動態被解讀為稀土牌取得階段性成果，不單向全球展示中國對關鍵資源嘅掌控力，亦有效舒緩北京面對嘅外部經濟同外交壓力。其實稀土唔係真正罕有，但因開採、提煉技術複雜、污染嚴重，令西方長期依賴中國供應，尤其係下游嘅永磁體製造，佔全球稀土產品出口總值超過90%，遠超原礦價值。今次出招雖唔係中國第一次用稀土做談判籌碼，但係近年力度最大、影響最廣。有評論認為，呢舉不但令全球政企重新評估中美供應鏈風險，亦表明中國不再迴避關鍵資源作為國家戰略工具。中國官方強調，管控稀土唔係報復行為，而係出於國家安全同軍民兩用考慮。但業界普遍認為，北京已經將稀土視為應對西方打壓嘅重要槓桿。榕樹諮詢高級顧問諾亞巴金指出，中國建立咗一整套精細嘅出口控制系統，幾乎掌握每一克稀土嘅流向同用途。呢係對外傳遞非常清晰嘅信號。今次波動另一個直接受害者係人形機械人產業。摩根士丹利預測該產業喺2030年將突破1萬億美元，但如果稀土供應唔穩，呢個前景就隨時泡湯。馬斯克亦承認 Optimus 計劃已經受挫。事實上，中國早喺2000年代初已用出口配額制度控制稀土供應。2010年喺同日本因海上爭議爆發外交摩擦時，中斷對日供應，引發東京強烈反應並訴諸 WTO。雖然中國喺2015年敗訴後放寬限制，但而家再次升級，手段更隱蔽，效率更高。華盛頓一方面承認稀土確實係難點，但另一方面繼續推動高科技脫歐戰略。由 AI 晶片到無人機，由高校研究人員到工業設備，拜登政府與川普政府喺呢方面可謂高度一致。分析指出，美國今次升級限制，主要目標係削弱中國喺未來產業嘅領先地位，但反而激活咗中國反制牌嘅現實可行性，亦暴露全球產業對中國精密材料嘅高度依賴。今次稀土博弈再次證明，地緣政治已深度陷入全球供應鏈。短期內，北京喺資源領域仍掌握主動，
但長遠而言，亦加速咗全球重塑關鍵材料供應鏈嘅動力。正如澳洲戰略材料公司 CEO 所講，痛感係推動產業變革真正開始嘅信號。未來中美能否喺激烈競爭中尋找規則邊界，避免全球經濟再次斷裂，就要睇雙方是否真誠認識到你輸我贏已唔再適用於呢個高度互依嘅時代。我哋接住嚟關注中國政壇。喺經濟壓力持續加大嘅背景下，中國領導層正發起一場整頓黨政系統奢靡作風嘅新風暴。近日，一單白酒飯局導致官員死亡嘅事件震驚全國，亦引發外界對中共內部紀律整頓力度嘅廣泛關注。習近平主導嘅新一輪節儉運動，正以更高密度、更嚴規範重塑官場生態。今年3月，河南信陽發生一單官員違規飲酒事件，引起中共中央紀委重點通報。事件發生喺一場學習厲行節約精神嘅官方研討會之後，5名地方官員竟然喺午餐時共飲4瓶白酒，明顯違反啱啱學過嘅黨紀。更令人震驚嘅係，其中一名官員喺當日下午飲酒後死亡。雖然通報未有講明死因，但事後調查發現，與會人員曾經試圖掩蓋事實，向死者家屬支付賠償金，並喺匯報中隱瞞飲酒真相。呢件事成為中共最新一輪整風運動嘅導火索。中紀委嚴詞批評，中央響鼓重錘，三令五申，但有啲黨員幹部依然我行我素，必須堅持零容忍。而家已經有10幾人因事件受處分，包括嚴重警告、降級、撤職，甚至開除黨籍。為咗全面推進過緊日子政策，中央喺5月修訂出台咗新版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明確禁止公務餐提供高檔菜、香煙同酒水，同時規定會議唔可以擺放花草，唔可以鋪張裝飾，更嚴禁公款購買奢華設備。呢啲新規係對2013年原條例嘅升級，體現咗習近平持續推進節約光榮、浪費可恥理念嘅政治意圖。外界普遍認為，節儉風背後其實係一場政治紀律與經濟現實交織嘅深層治理。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中國問題專家牛指出，節約守則本身未必能解決中國面對嘅財政難題，但佢有助於習近平進一步鞏固對官僚系統嘅政治掌控，亦塑造其反貪倡廉嘅領導形象。而家中國正面對經濟增長放緩、地產市場低迷、就業壓力上升3重挑戰。喺呢個背景下，大力整頓奢侈浪費、壓制基層貪腐，成為中央努力恢復黨群信任嘅重要一環。據中紀委披露，2024年前5個月已有超過31萬人因違反8項規定精神被處理，係去年同期嘅2倍以上，遠超習近平2013年上任首年時嘅整治力度。今年3月開始，習近平親自發起思想教育運動，要求黨員幹部深入學習中央8項規定。中紀委仲公布咗包括4本習近平論紀律建設喺內嘅學習書單，配合10幾項黨內法規，涵蓋公務接待、會議佈置、公車使用等方面具體規定。例如，禁止喺風景名勝區開會，禁止節日購買煙花炮竹，禁止出國公幹期間賭博，禁止以維修名義豪華裝修黨政辦公場所等。官方強調，呢啲規定唔會影響公務員正常薪酬待遇，目標係糾正官場吃喝風同唔當特權行為。呢場整風運動亦伴隨住一系列以案釋紀嘅公開問責。四川雅安一名官員因為佢個女喺社交媒體上發布佩戴價值230萬人民幣耳環嘅自拍照而被調查。
輿論迅速發酵，民眾質疑公務員家庭點負擔得起咁貴嘅飾物。經調查，該名官員喺2011至2017年任職期間涉嫌違規經商、隱瞞違法生二胎等多項違紀行為。官方電視台報導指，事件會依法依規嚴肅處理。煙酒研究雖然喺官場諷刺中成為流行語，但背後其實係中國黨政系統長期難解嘅積弊。喺習近平推動嘅反腐與節儉雙軌整頓下，中央顯然希望傳遞一個訊息：喺目前經濟承壓、民情不穩之時，官員必須率先守紀守法，過緊日子，樹立新風。中國呢場節儉政治，唔單止係紀律建設嘅一環，更係政權合法性維繫下嘅一個現實考題。今日節目最後，讓我哋將目光轉向台海局勢。台灣問題係中美關係中最敏感、最複雜嘅議題之一。儘管北京持續加強對台軍事施壓，台海局勢亦明顯升溫，但從經濟、產業同全球格局嘅現實出發，中國要全面入侵台灣，其代價可能遠高過外界預期。中美戰略對抗不斷加劇，台灣正處於風暴核心。五角大樓已將中國列為唯一具備節奏性挑戰能力嘅對手，而中國解放軍則頻繁喺台海進行封鎖演練同戰鬥巡航。但喺呢啲軍事動作背後，一場更加複雜嘅博弈正悄悄進行。對中國而言，對台動武唔只係軍事決策，更係一場涉及政權穩定、經濟命脈同全球戰略嘅高風險賭博。專家指出，至少有三大現實難題，令中國目前並無條件貿然攻台，分別係台灣喺全球半導體產業鏈中嘅不可取代地位，台海水域作為國際貿易命脈嘅戰略地位，以及中國自身目前脆弱嘅經濟基本面。台灣唔單止係中國主權議題上嘅核心利益，更係全球科技產業鏈嘅心臟。台積電掌握全球超過7%嘅半導體代工市場，幾乎壟斷最先進晶片嘅製造能力。晶片就如現代社會嘅神經系統、電網、汽車、人工智能、軍事系統等都嚴重依賴。如果台灣晶片供應中斷，將會對全球經濟造成災難性打擊。正因為呢種高度集中與稀缺，客觀上反而為台灣形成一種戰略保護傘，外界稱之為直盾。唔止美國同歐洲，就連中國自己都深度依賴台灣晶片。換言之，動武台灣就等於北京都會失去自己發展高科技產業嘅根基。第二個困難係台海地理位置本身。台灣海峽同呂宋海峽係全球最繁忙嘅航道之一。2022年約有2.45萬億美元嘅貨物經台海通過，而台灣港口本身嘅貨運量亦高達5860億美元。中國東部多個港口對該通道高度依賴，一旦發生衝突，不單只會造成台灣出口受阻，中國沿海貿易亦會遭受重大打擊。更嚴重嘅係，中國喺全球南方國家之間苦心經營嘅金磚朋友圈，亦可能因物流鏈中斷出現裂縫。分析人士指出，如果動搖到這啲國家對中國貿易安全嘅信心，就等於自毀外交戰線。對一心推動全球南方抱團抗衡西方霸權嘅中國而言，呢種代價根本難以承受。第三個挑戰係中國經濟本身嘅疲弱。當前中國經濟復甦乏力，地產危機未解，製造業景氣低迷，青年失業率高企，加上中美貿易摩擦未有降溫，外資信心不足，北京正承受巨大經濟壓力。喺呢種背景下發動對台軍事行動，無異於火上加油。研究機構估算，如果中國對台灣實施封鎖，全球 GDP 將縮水5%，中國自己則會首先下跌近9%。若全面爆發戰爭，損失甚至可能超過10萬億美元。更現實嘅係，中國進口晶片當中約有60%來自台灣。北京如果自己打爛供應鏈，唔單會拖累全球，亦會重創自己。此外，中國出口佔 GDP 比重高達37%，任何因長期衝突引起嘅外貿停擺，都會引發連鎖危機。
喺軍事上，要實現閃電奪台，中國必須喺極短時間內控制台灣主要設施，同時確保台積電等高科技設施完整無損，技術人員未有逃離，戰術難度極高。而解放軍內部目前正因腐敗問題展開整肅，不但暴露指揮系統漏洞，仲有可能打擊士氣，影響戰鬥效率。台灣方面則積極推動豪豬戰略，即通過部署反艦導彈、水雷同無人機系統，提升對敵進攻嘅代價，令戰爭變得唔划算。配合美日等盟友支援，更進一步增加北京出兵嘅不確定性。綜合各種因素，中國短期內貿然進攻台灣嘅可能性並唔高，除非台灣公開推進法理獨立，踩過中方設定嘅紅線，否則北京未必願意冒險。喺現時架構底下，維持戰略模糊，避免局勢升級，可能仍然係北京可接受嘅最佳方案。喺台灣問題上，有時唔喐先係最強嘅姿態。對北京嚟講，真正要面對嘅唔只係軍事邊界，而係全球經濟體系對中國理性嘅最終約束。好啦，以上就係今日外媒體中國嘅全部內容。多謝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節目，記住follow、轉發，亦歡迎留言講你嘅諗法。我係 Edward，我哋下次節目再見。